总统府伫今仔日公布上届新的人事安排，讲要来应对着境外敌对势力渗透和铺设地带挑战，人民国安团队的新职务，用作由这总统府发言人李文，也个台北市议员赵以翔来接任这国安会副秘书长职务，加上现任的林辉鹏3位副秘书长，因为年岁平均是无到37岁，除了有这少年化出色以外，也有专家认为讲，对这人事布局会当看出，面对着川政府的无确定性，这执政团队想要加强台美关系，避免中国渗透甲分化。就等着打你吧，哪一天炸你去？习近平是你选的吗？会不会知道自由为何物吗？中共军机持续侵扰咱空域，军事专业伫8月29记录到，好亲像双方飞行员空中对呛，到尾起价解放军无法度正面回应，都闹歹听话。早点把这个台湾干掉算了，你站得起来再说话了，好不好？一辈子都跪着，对共产党奴隶，还不知道站起来。反抗共产党，可悲啊！为了强化开的精势，境外敌对势力渗透，也加无明确开启挑战的阴影。总统府公布国安会新人事，由总统府发言人李文，也加捌担任驻美代表处政治组组长的台北市议员赵以翔接任副秘书长。市政议题即便重要，这一切仍建立在维护台湾的民主与国家安全之上。这也就是说，身为民意代表，我们都必须正视。台湾处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地缘环境。赵以翔特别感谢选民的栽培，表示会伫新任务拓展台湾甲国际友好合作。这4个新人事当中，本来的国安会副秘书长徐淑谦甲刘德金转任咨询委员，不过赵以翔、李文国加现任副秘书长林辉环，3个平均年龄较无37岁。专家分析，会当明显看出赖政府有意培养少年战略的趋势。第一个主要就是民进党想要培养他自己的国安外交的人才。那当然，目前的川普政府他未来的一个对台政策，可能还有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我们台湾当然希望说能够有更了解川普政府的一些人才，能够在我们政府里面工作。我想这是赵以翔他会被重用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在两波罢免案了后，为了更加掌握民意倾向，赖总统嘛任命民进党将民调中心主任田俊升担任总统府副秘书长，希望更加理解社会需求，推动各项有感觉的事情。记者采访报道。